好在过年了后，流感的疫情是继续咧升悬，有诊所的医师就警告讲，这一暗都有7个人来得流感，有的囡仔因班的都有一半以上拢是流感的病人。疾管署是有计讲，这个2月底到3月初这段期间，流感的疫情有可能搁有一波高峰期，对3月初5开始会开放，予6个月以上的民众去做公费的流感疫苗。最近为放年假，民众出去佚佗，也是家庭聚会活动多，传播风险提悬。病院、校诊区满满拢是人，呼吸道疾病就医的病人增加。他夜咳会咳得很严重，会一直咳，然后咳到吐这样。毋那病院病人多，诊所也是病人多，到看不完。有基层诊所医师伫面册发文警告，春节过了后，流感疫情又原地观点，一暗流感快筛确诊都有7个，甚至有一位囡仔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流感病人。他那个班级有一半是 B 型流感加上 A 型流感，他们那个老师还在想说要不要停课，因为流感真的很容易传染。医师表示，这波感染然后听扫顶症状拢真严重，也毋过扫无一定是感冒。那伊伫扫袂停，除了定看的感冒、流感之外，也可能是肺部慢性气管炎、药吃酸加慢性阻塞性气病、COPD 等因素造成的。胃食道逆流啊。或者过年，就是说他吃太多辛辣的东西、甜食或者是咖啡，也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咳嗽、久咳不愈的问题。医师提醒，若扫的症状超过3礼拜上好，就医详细检查，找出病因才会当对症下药。那疾管署也有讲，流感疫情2月底3月初恐惊也有一波高峰，一礼拜就诊人次上看13万人次，所以疾管署宣布为3月初5起，公费流感疫苗扩大开放，予6个月以上的民众来做，一直到用完为止，呼吁民众赶紧注意防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